今次會去雷門寺，睇下日與夜嘅景色。去食埋世界最濃嘅抹茶雪糕，睇埋晴空塔。而家就出發，鍾意嘅話記得訂閱、讚好、留言、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紅豆 T， 嚟到淺草一定就要參觀8樓嘅免費展望台。呢邊可以冇遮冇掩咁欣賞對面嘅雷門，仲見世通商場同埋淺草嘅地方。另一邊就可以睇到晴空塔，非常之值得嚟睇啊！落到嚟地下，仲見到有個好靚嘅印章，cut 返個做紀念先。而家就去參觀雷門寺，好多精美嘅手信同紀念品啊！呢個磁貼都幾靚。嚟到東京都內歷史最悠久嘅寺院淺草寺，每年參拜人數超過3000萬人次。原來都有小橋流水，仲有好靚嘅魚添。環境優美，嚟到一間超人氣嘅抹茶雪糕專門店，秀秀喜園，有7種唔同濃度嘅抹茶雪糕選擇，仲有飲品。除咗抹茶，都有其他口味嘅。上一層就有位置食嘢嘅，鍾意抹茶嘅就唔好錯過啊！嚟到晴空塔，夜晚着咗燈真係好靚啊！返去雷門寺睇夜景，先去食晚餐先。嚟到呢間主打係食山藥嚟定食。叫咗個三文魚、豬扒，味道都唔錯。見到晴空塔，再加埋雷門嘅夜景，夜晚鋪頭就收咗啦，冇咁多人行，好好行。多咗一份寧靜感。咦？呢邊又見到晴空塔喎，好靚嘅燈籠啊！夜晚睇淺草寺又係另一種美。
今日行程就完結，鍾意嘅話記得訂閱、讚好、留言、分享，再見。